4月初清平连假，花莲的订房率是比旧年减少3、4成。这观光业者是认为讲，连假苏花公路真够塞车，加上今年已经无大梅补助，这讲就去影响到观光客意愿。伫饭店大厅内面的柜台人员，并无接到伤济清明连续假期要订房间的电话。即马大小的旅客大多数拢是出差，也是闪连续假期搭车先回来陪忙的。回来塞车啊，人潮会比较多，它会影响到我们回来的一些动力。如果是搭火车，票好订吗？如果是票好订的话，当然会想要回来。3月本地就是旅游的小月，但是业者加减拢会期待讲清明连续假期订房率会当回升，但是今年和去年同期比，订房率却是降3成到4成，市区饭店的大小率是3成到5成左右。清明连假呢，传统就不是会出游的假期，更多乡亲还是以扫墓为主。那当然，对于这个回来的车票难订，或者是这个公路是否会塞车，也影响到旅客选择意愿。再去看其他大宿兼游乐型的度假村，也是民宿，无游客已经是常态。大概3月的大宿率差不多伫2成。业者认为讲和地动了后，大宿的补助结束是有关系。去年这个自由行的补助以及团体的部分，其实对花莲只是让业者减少损失的部分而已，那并没有办法让业者的一个商机能够来做回复。观光协会强调讲，加上个人认为讲，这国旅的消费实在伤悬，甘愿出国嘛无愿意去花莲来消费。因澄清讲，唔是所有的房价拢这么悬，嘛好有相关单位会当增开包机，加增加国外的旅客才会当提悬小月的业绩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